由宏安發展嘅黃大仙飛鳳街33號嘅會純係單棟大樓，提供195伙，戶型由開放式去到3房1套，預計嘅收樓日期係今年嘅8月底。近黃大仙站行過去大概係3分半鐘。就 H 室，咁就長條型少少嘅，咁入嚟就一個長嘅橫廳，咁好大嘅玻璃。咁呢度行前少少就一個餐廳區，因為佢對住一個開放式廚房啦，咁都好就手係啦。個廚房就一字形，咁呢度就有一個露台位3合一嘅，咁你見到洗衣機就擺喺呢度，上面有啲櫃咯。呢啲感覺上唔差嘅，成間屋就講緊係520尺，咁就係3間房2個廁所。呢個就係睡房啦，做書房。第二間房都幾童趣呢家。然後呢度就第一個浴室。OK。然後呢邊就主人套房，係衣櫃位啦，有張床啦，有個位啦。嗰邊就黃大仙，行過去都相當近，4分鐘到。咁呢個就主人嘅浴室。以一個九龍區近地鐵嘅盤，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選擇。嚟緊就牛池灣嗰邊都會賣，咁嗰邊都係另一個比較大型啲嘅項目。咁嗰度就2支火，呢度就比較單棟少少。